摇滚怎么办呀？哎，你们记得乐晨说他以前参加过一个摇滚乐队吗？葬礼上那个神秘男子还记得吗？对，他们俩的关系肯定不一般，他们有情侣项链。你是？留下却无路可走。哎，你还认识我们吗？麻烦你跟我们出来一趟好吗？你们就是狂野美少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说，乐成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实现。他想办一场海岛步行的摇滚画展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跟我说过，你们3个是他大学里最好的朋友。你们看见的他，都不是真的。乐晨不是你们眼中那个没有故事的女孩。他曾经告诉我，迷失乐队就是他的彼得潘，在这里没有束缚，没有管教。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她男朋友吧？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我就是不想专属于某一个人。你喝醉了，要送你回家了。回哪儿啊？你家吗？你他妈有病吧！金高达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但是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除非我死了。我现在就要你。我爱他，可是我们又害怕束缚，就像2只刺猬，害怕彼此伤害。所以我给他自由，
给他完全的自由，除非他想要结束这样的生活。再后来，我才知道他。他妈现在是什么事啊？哎，他才27岁，怎么救？高飞，有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早知道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诉讼他啊。明天我们就去送乐成。你是春天摇晃的秋千，孤单思念。我是夏天烈日下的海绵，穿越地平线，燃烧着疯狂的音乐，幸福的露出笑脸，冲破极限，把心飙到最高顶点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会累，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将心中无限思念，用力的洒向世界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后悔，坚强的体会那些苦涩滋味，改变不了的明天。朋友啊，别后退，我们也曾放弃过，我们也曾茫然迷失过，诉不尽聚散离合，唱一首幸福的歌。青春万岁，追梦的我们不会累，勇敢的面对，哪怕流着眼泪，将心中无限思念，用力的